大家好，又翻到嚟今集嘅假日替更行程記錄。今日係8月24號嘅星期日，一開工好自然嚟到坑口地鐵站等客，見前面有的士就去其他位睇睇。嚟到明德邨嘅的士站都有一架的士喺度等緊客，唯有直接用翻自己嘅套路過去康城嗰邊揾客。呢個方法都係好經常喺我開工嘅行程出現，只要轉入嚟環保大道就可以去到康城。去到康城都會紮喺領都屋苑入面嘅的士站等客，過咗呢個燈位，然後轉入嚟領都入面嘅的士站。當然除咗等客之外，仲會睇下其他程式有冇客叫車。不過喺度等咗10幾分鐘都冇客，而屋苑入面嘅免費上落客時間只係得20分鐘，所以唯有離開領都。但係記得上一集喺將軍澳都等咗成個鐘先揾到客，所以今次我就唔留喺將軍澳，直接經跨灣大橋出返去九龍東，費事嘥咗自己啲時間。一陣出到去九龍就打算試下去觀塘，睇下呢個方法會唔會比較容易啲揾到客。過咗將藍隧道之後，就轉入嚟茶果嶺道過去觀塘。見到前面都有其他冇客嘅的士，佢哋有機會喺氣站入完氣去交更俾做更。出到嚟觀塘，首先試下去開源道睇睇，喺偉發道直去嚟到茶果嶺道，再轉入嚟觀塘道。頭先經過觀塘工業中心出面都係個熱門揾客嘅位置，成條開源道都唔見有客。轉入嚟鴻圖道嘅時候有街客截車，呢個客嘅目的地係安泰邨。個客話去麗港城附近嘅位置掉頭去將軍澳道，喺呢個燈位轉右，去到前面呢個位轉右，過咗燈位就可以上橋揸過嚟將軍澳道，揀定條慢線上斜，去到左邊第一個出口靠左駛出，轉入嚟秀茂坪道之後就揸過去寶林路，直去喺呢個燈位轉入寶林路，沿住斜路喺呢個燈位轉左，跟住沿住安秀道揸過去安泰邨。喺車頭嘅玻璃都睇到今次嘅車費係幾多，直去嚟到安泰邨，轉咗入安欣街落客。呢支旗都有成71蚊嘅車費，都算係幾唔錯。跟住過去安泰邨嘅的士站睇睇，喺的士站對面都望到有2架的士等緊客。咁早嘅時間都係唔好留喺呢一帶，去返一啲比較多人嘅地方會大啲機會。而家沿住新清水灣道直去，轉咗過嚟見到的士站都有2架的士，所以都要再去過第2個位揾客。平時都好少咁早喺呢一頭出現，決定都係唔好留喺呢度，試下再落返去觀塘，睇下觀塘會唔會有人要搭車。轉入嚟順利村道過去協和街，喺呢個燈位轉右，就轉入嚟協和街，跟住就一直落斜落返去觀塘，又要經過協和街呢幾個燈，繼續一直落斜嘅時候，突然想去一去裕民坊的士站睇睇，所以就轉右揸過去。嚟到的士站真係有街客等緊車，呢個客嘅目的地係寶達邨。先問咗佢想轉右上斜定係想行將軍澳道，佢選擇係轉右上斜經秀茂坪過去寶達，所以就轉右入嚟康寧道，然後經物華街轉入嚟協和街。今次好彩唔使每個燈位停低，一直行嚟到康寧道嘅街口先遇到紅燈，嚟到秀茂坪道嘅燈位準備轉右，轉入嚟秀茂坪道之後就一路直去。而家已經見到寶達邨喺前面，直去嚟到寶林路嘅燈位靠左，過咗燈位之後靠右，跟住轉右就嚟到寶達商場入面落客。落完客見呢個的士站得1架的士，所以就停喺度等客。喺度只係等咗幾分鐘，前車有客拉門，同時我都喺滴滴搶到支order。而家揸去秀茂坪村入面接呢個客，喺寶林路轉返入嚟秀茂坪道，
喺第一個燈位轉入去秀茂坪村，入咗閘之後，沿住呢條路一直去到盡頭，喺小巴站嘅對面等一等呢個客。喺呢度都等咗個客人一段時間，有啲客會提早到達上車地點，但係有啲客就會叫定車先落嚟，最後喺度等咗5-6分鐘先接到呢一台客。今次嘅目的地比較遠，要送呢一台客去機場，過返嚟閘口呢度，跟住轉咗出返嚟秀茂坪道，然後一直去經順利村道、新清水灣道、龍翔道、呈祥道，再轉上去青葵公路，一直過去青馬大橋，再經北大嶼山公路入去機場，揀定右邊呢條行車線直去，跟住經呢條新起好嘅新清水灣道落去彩虹，嚟到坪石附近嘅時候靠右轉入龍翔道，而家就可以向住葵涌嘅方向進發。而家係6點幾，做緊第3支旗，都算係幾唔錯，仲可以做到一支比較長距離嘅旗入去機場，可以早啲嘅時間揾翻多啲嘅收入，盡快揾到車租就可以將之後嘅收入袋落袋。再揸前少少就離開龍翔道，駛入嚟呈祥道，準備轉上去青葵公路，轉埋呢個彎就要靠返去左邊，揀定左線之後就可以上橋嚟到青葵公路。而家就可以靠返過去右邊嘅行車線，過咗橋之後就嚟到青衣嘅長青隧道。過完隧道之後要靠住條快線準備過青馬大橋進入大嶼山。一上橋轉彎就嚟到青馬大橋。今日嘅天氣都唔錯，冇前幾集嘅天氣咁差，成日都要開住個水缽影響咗畫面嘅視野。連續幾個星期嘅朝早都要送客去機場，嚟到8月底嘅一個星期，即係去到暑假嘅尾聲。睇下一陣去到機場會唔會有好多人趕去機場搭飛機。不過今朝喺思路其實收到消息話入機場有交通意外，建議行北大嶼山公路旁邊嘅長東路，但係一路行都未遇到有塞車，以為塞車嘅情況唔係好嚴重，點知當過咗去港珠澳嘅分叉口之後，就開始見到有車龍，前面仲有一架救護車。因為已經知道意外嘅位置喺快線，所以頭先打算用慢線會快啲，點知好似快線仲快過而家行緊嘅中線，塞車嘅情況都幾嚴重。好彩又未至於所有車要停低嘅情況，可能由於慢線啲車俾其他車攝入嚟，好似慢線同中線都唔係點喐。嚟到呢度好似最慢係中線，前面架的士都 cut 咗去快線。好快就已經去咗前面，應該3條行車線得返1條可以行，喺度都塞咗成10分鐘。見到前面啲車開始 cut 去慢線，應該差唔多到達意外嘅現場，再前少少就嚟到意外嘅現場。呢個時候準備 cut 去慢線，較返慢啲個速度俾大家睇下意外嘅現場。見到右邊有2架的士撞埋一齊，另外左手邊都仲有4架同意外有關嘅車輛，2架的士嘅損毀程度比較嚴重，其中1架嘅的士尾箱俾後面架的士撞到凹晒，希望唔好有人受傷，所以各位揸車真係要小心，安全返到屋企先係最緊要。過咗東涌嚟到機場嘅範圍，今日唔見之前嘅排隊情況，喺落客區前面唔使等好耐就入到落客區。去到前少少嘅落客區放低客人，車費大約係330蚊，跟住又繼續去揾客。睇咗的士2嘅程式入面嘅排隊時間，見到要等太耐就唔入去大長排，直接去睇下東涌嘅情況。因為想試下喺東涌會唔會都揾到人咁啱要出去九龍，嚟到機場路靠咗過嚟東岸路，然後靠咗過嚟觀景路，再轉咗入赤鱲角南路，
跟住直去過咗嚟順東路。今次試下兜入去東涌站睇下有冇機會揾到客。轉咗嚟到富東村附近，再轉咗已經見到的士嘅龍尾，即刻馬上掉頭去下一個位置睇睇。轉返入嚟順東路之後，喺街尾呢度轉咗入裕東路，然後一路直去，目的係想去東涌喜來登酒店。嚟到酒店入面已經有3架的士等緊客，所以即刻掉頭走人。嚟到迴旋處轉咗落去北大嶼山公路，頭先入機場嘅意外都已經清理好，3條行車線都恢復行車，而家就出返去揾客。再留喺東涌都唔知要等幾耐，而且東涌亦都有好多其他的士喺度競爭，開始要睇下一陣去邊度揾客。呢個時候出到去又進入咗朝早比較靜嘅時候，嚟到呢個位置嘅時候喺滴滴搶到支order，即刻 cut 過嚟慢線靠咗上橋，因為呢個客嘅上車位置喺欣澳站，去到迴旋處轉入嚟欣澳道一直揸到去盡頭。通常喺欣澳站叫車嘅客都係去愉景灣，但係今次呢個客就唔係去愉景灣，再行前少少就嚟到欣澳站出面接客。首先幫個客搬一搬行李上車，跟住就可以出發去目的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。既然出到去都唔咁多客，所以先接咗呢支旗嚟做。出返嚟迪士尼呢個迴旋處轉入去竹篙灣公路，呢支旗嘅距離都有14公里。跟住靠左邊揸返去北大嶼山公路，然後就向住東涌嘅方向進發。不過一陣入到港珠澳人工島樂園客，都唔會留喺入面排隊。朝早由澳門或者珠海返嚟嘅人一定唔會好多，留返啲時間出去揾客仲實際。而家喺去人工島嘅天橋上面，靠左邊跟住往珠海澳門嘅路牌，然後靠咗往旅客大樓嘅方向，最後直去就見到去落客區嘅路牌，然後嚟到港珠澳大橋嘅落客區落客。落完客就跟住往九龍方向嘅路牌離開人工島，靠住左邊上橋就可以去返北大嶼山公路。今次真係要決定一陣出返去喺邊個地方揾客。記得上次又係咁早嘅時間係馬灣等客，所以今次就唔去馬灣。好似揸的士咁耐以嚟都只係排過一次港珠澳，足足等咗3個鐘至接到客出去市區。雖然排隊嘅的士冇機場咁多，但係排隊嘅時間都唔會短過排機場，每次都要等金巴嚟到先至有機會有客，好難估計要等到幾時。而家又開始想落雨，不過今日就一定唔會有暴雨警告。差唔多嚟到青馬大橋，好似隔咗一排都冇去青衣，今次就決定落去青衣揾客。去青衣我比較鍾意去長安村出面等客，所以嚟到青馬大橋嘅尾段就揀定條慢線，靠咗離開青馬大橋，再繼續靠咗過嚟青衣北岸公路。呢一段路最高車速只有70公里，經過嘅時候要小心車速。轉咗過嚟長青村呢邊，不過呢度已經停咗8架車，所以決定先去一去廁所。今次就揸去長青巴士總站嘅公廁，因為呢個公廁都算係幾企理。沿住條青衣西路過去青康路，沿住呢條青康路過去長青巴士總站，直去喺下一個燈位轉咗就到。停埋一邊去一去洗手間，去完廁所又繼續去揾客。長青村呢個的士等客位都有8架的士喺度排緊隊，跟住試下新嘅位置揾客。而家我想去嘅地方係美景花園，喺呢個位轉入嚟美景花園，呢度就係屋苑入面個的士站。等咗一陣，前面2架的士都走咗，因為入嚟呢個屋苑係要拍卡，而免費上落客嘅時間只得20分鐘，可能頭先2架的士有機會差唔多夠20分鐘。我就好彩，只係等咗3-4分鐘就有客拉門。呢個客要去嘅地方係葵芳巴士總站，呢個屋苑離青衣地鐵站都幾遠，
所以住呢度嘅居民都係搭小巴或者巴士去附近嘅地鐵站，跟住往葵涌嘅路牌過去葵芳，沿住葵青路嚟到呢個路口等一等，跟住直去興芳路，轉右入葵福路，再喺迴旋處轉左就嚟到葵芳巴士總站。落咗客之後又繼續去揾客，即管試下喺呢頭附近兜一兜。喺葵涌廣場出面都有成5架的士等緊客，於是喺前面興芳路轉右，對面葵芳村路口都有4、5架的士等緊客，於是繼續直去過去葵涌村睇睇，喺大窩口道上斜。不過呢個時候又唔想去葵涌村，嚟到葵盛圍轉左，去到呢個路口轉入嚟葵盛東村，對面嘅等客位都有4架的士排緊隊，再行前啲就係葵聯村，再前啲就係葵盛西村。停低咗一陣見冇乜柯打，都係離開呢一頭，兜咗一大個圈之後，今次真係過去葵涌村睇睇，沿住葵盛圍一直去到街尾，跟住轉返入嚟大窩口道，沿住呢條路就嚟到葵涌村，再繼續直去就嚟到葵涌商場，再行前少少見到對面有個的士等客位，不過同其他熱門等客位一樣，呢個位排咗7架的士，睇嚟葵涌都唔啱我留低，所以沿住大窩口道揸過嚟德士古道，今次過嚟荃灣呢頭揾客，喺沙咀道轉右，試下喺荃灣呢頭睇下揾唔揾到客，沿住呢條沙咀道睇下路邊會唔會有街客要車，不過呢個時候想去睇下荃灣街市街多唔多車等客，所以就兜咗過嚟關門口街。轉入去荃灣街市街嘅時候，喺滴滴搶到支柯打，呢個客叫車嘅位置喺芙蓉山路，首先轉返入去眾安街。芙蓉山路喺荃灣嘅半山，要經過荃錦公路轉入去，所以轉返入嚟沙咀道過去大河道，揀定條右線準備轉右。轉入大河道之後靠右上橋，嚟到荃錦交匯處喺第2個出口離開，喺呢個位轉右入芙蓉山路，呢一頭附近都有好多廟宇，嚟到呢間廟對出等一等個客，喺地圖都揾唔到間廟嘅名字，等咗一陣就接到呢個客人，呢支旗嘅目的地都幾唔錯，係中環嘅威靈頓街，個客去嘅地方都係幾多遊客會去嘅，一陣去到就知道佢哋去邊。而家出返嚟荃錦公路，嚟到荃錦交匯處轉入去德士古道北，頭先架旅遊巴突然停低，真係俾佢嚇親，好彩同佢有一定嘅距離，落橋呢個位要即刻靠去左邊，轉入嚟荃灣路，靠住條慢線就可以揸過去3號幹線。葵青荃都係比較多其他的士競爭嘅地方，好彩搶到呢支旗過海，帶我離開葵青荃，而且仲可以過海收返來回程隧道費，一陣會用西隧過海，只要一直去，經過咗西九龍公路就到達隧道嘅入口，見到前面九龍站，就嚟到隧道嘅以前嘅收費廣場，不過收費亭已經拆晒，已經唔會叫做收費廣場。出咗隧道跟住去西營盤同上環嘅路牌，轉右入嚟東邊街，跟住一直向前直去，嚟到醫院道轉左，再揸前啲就會去到堅道，轉入嚟堅道繼續直去，一陣會用奧卑利街轉落去荷里活道。隨住時間過咗最靜嘅時段，見到條街都多返啲人出街，喺呢度轉入奧卑利街，去到街尾轉入荷里活道，靠咗轉入雲咸街，喺呢個位轉左入威靈頓街，然後一路直去，嚟到呢個位落客。原來呢個客離開咗寺廟過嚟中環飲茶，
相信有好多遊客都會嚟呢間歷史悠久嘅茶樓飲茶，跟住又出發繼續去揾客，先喺呢一帶兜個圈睇下有冇客，轉入嚟皇后大道中，打算再轉上去荷里活道睇下遇唔遇到有街客，轉咗就可以過嚟荷里活道。呢條街有時都會有街客會截車，不過今次行完晒成條荷里活道，都見唔到有街客，直去嚟到雲咸街呢邊。今次又兜落去威靈頓街，繼續喺中環呢頭周圍兜圈，經擺花街轉上嚟史丹頓街，然後又兜落去鴨巴甸街，兜過晒呢頭都冇客截車，最後又轉返入嚟皇后大道中再行多次頭先嘅路線，又返嚟上環市政大廈。今次過咗水坑口街，嚟到荷里活道嘅開頭轉左，又再次喺荷里活道揾客。如果今次都冇客就唔再留喺呢度，計劃會去香港站嗰邊去揾客。行完咗成條荷里活道都係冇人截車，所以就過嚟雪廠街呢邊，咁就可以經畢打街過去香港站。轉入嚟畢打街嘅時候，喺第一樹接到支柯打由第二街去南區深灣，停埋一邊睇清楚個客嘅上車位置，沿住干諾道中過去東邊街，繼續直去就嚟到干諾道西。喺前面呢度靠左邊轉入干諾道西內街，跟住轉左入東邊街。第二街要喺東邊街先轉到入去，過咗呢個燈位直去，喺第二個街口轉右，嚟到西營盤街市附近接到客人。呢支旗係去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，沿住正街直去，首先要揸返去干諾道西。今次會經香港仔隧道入去香港仔，所以一陣會經灣仔告士打道轉上去堅拿道天橋，然後駛入香港仔隧道。呢間酒店喺9月尾掛10號風球嘅時候，俾海水沖入咗酒店，但係呢日都仲係8月，所以仲未見到有影響。過咗呢個燈位直去，揸過黎龍和道，去到天馬公園之前靠右，轉入天華道，再轉左入夏慤道，跟住直去就嚟到灣仔告士打道。駛入告士打道之後要 cut 過去快線，直去靠右就可以轉上去堅拿道天橋，然後一路直去就係香港仔隧道。呢一日經過嘅時候仲係8月，香港仔隧道依然仲係收緊5蚊嘅隧道費，但係去到9月21號之後，隧道費會由5蚊加到8蚊。出咗香港仔隧道之後靠右直去，嚟到呢個位要 cut 去左邊，轉入海洋公園道，喺迴旋處轉右，轉入嚟香業道靠左，轉左入嚟警校道，喺新加坡國際學校對出靠左，轉入嚟南朗山道，然後一直去到尾就係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。可以帶大家睇下未俾颱風襲擊之前係點樣，因為呢個客叫我喺下面入口嘅位置落車，揸到嚟呢個位落客。呢度又有個小插曲，落完客之後有個非本地嘅女人衝上車叫開車，然後又有另一個男人跟住衝上車，兩個喺車入面嘈咗一陣，之後我用英文問佢哋去邊，先至講個地址我知。呢支旗係出返去義發街，應該係個男嘅激嬲咗個女，靠左轉入去香業道，跟住再掉頭過去義發街，喺度轉咗就嚟到目的地落客。個女人落車就衝咗入去大廈，個男嘅只好喺後面跟住個女人。而家繼續去揾客，試下又返去深灣道嗰邊，直去又經返警校道揸過去深灣道，好快就轉入嚟深灣道。呢頭附近都冇街客截車，於是轉入嚟深灣公共運輸交匯處嘅的士站睇睇，不過都係冇客，咁就唔留喺呢度揾客。而家打算揸去鴨脷洲嗰邊，經南朗山道轉入嚟香業道，跟住一直去到街尾轉右，然後過咗燈位靠左轉上鴨脷洲大橋，
首先過去利東村睇睇，沿住呢條利東村道上去的士站。不過呢度都停咗5架的士等緊客，見到咁多架就梗係即刻走人，所以而家打算過去海怡半島揾客，揸返落嚟呢個燈位，轉咗再轉咗入嚟鴨脷洲橋道，一直去到呢度轉咗入利南道，跟住轉右就嚟到海怡半島，睇下路邊有冇人截車，不過見唔到有人要搭車，所以停咗架車喺路邊等一等客，順便睇下有冇柯打。喺度等咗5-6分鐘都冇人過嚟搭車，喺度休息一陣間，再過咗一陣喺滴滴入面搶到支柯打，即刻離開海怡半島，揸過去鴨脷洲大街，沿住鴨脷洲橋道直去，嚟到呢個燈位靠左，轉入嚟利枝道，轉右過去華庭街，再轉咗去鴻盛大樓接客。喺度接到客之後，就送呢個客去銅鑼灣道，揾翻一支旗出翻去銅鑼灣，經鴨脷洲大街轉入嚟利枝道，轉咗入嚟鴨脷洲橋道，準備過橋去翻黃竹坑。喺鴨脷洲大橋揀定條右線，轉咗落去黃竹坑道，然後靠右上橋，向住香港仔隧道嘅方向進發。今日係星期日，所以可以用左邊嘅巴士線。因為今次要揸落去禮頓道，所以喺隧道出口嘅左邊落去銅鑼灣。喺入隧道嘅時候，亦都要用慢線。如果用快線就唔可以落到去銅鑼灣。出咗隧道靠咗落嚟黃泥涌道，然後直去摩利臣山道，轉右入禮頓道，一路沿住禮頓道過去邊寧頓街。喺呢個燈位轉左，轉入嚟邊寧頓街，喺前面轉入怡和街，再轉右就去到銅鑼灣道。嚟到銅鑼灣好有特色嘅行人天橋，呢條圓形嘅天橋喺怡和街同邊寧頓街嘅十字路口，四邊都有樓梯，好多電影都喺呢度做背景。頭先喺怡和街轉入嚟銅鑼灣道，轉咗就到達個客嘅落客位置，落完客之後就試下揸去附近嘅酒店揾客，跟住轉出嚟過去前面嘅富豪酒店，行前少少轉入嚟酒店嘅大堂，喺度搶到支柯打，不過呢個客好快就取消咗，所以又要重新再揾過另一個客，好快喺宇宙搶到一支柯打，而家揸去珠城大廈接呢個客。首先揸返去維園嗰邊嘅告士打道，轉入去百德新街，轉入嚟興發街，再轉咗出返嚟維園道，靠左邊就可以轉入告士打道，再轉咗入嚟百德新街，跟住直去嚟到珠城大廈對出接到客人。呢支旗係去瑪麗醫院，喺港島嚟講算係支中長距離嘅行程。首先轉返出嚟銅鑼灣海皮，直去灣仔嘅告士打道，跟住可以用右線或者右二線過去金鐘，嚟到金鐘繼續靠右過嚟干諾道中。今次我會經西邊街轉入薄扶林道，再過去瑪麗醫院，喺干諾道中天橋靠左邊，跟住往西營盤嘅路牌，落咗橋就要跟住去薄扶林嘅行車線，過咗東邊街嘅燈位直去，轉咗入西邊街，轉右靠咗就嚟到薄扶林道，經過幾個彎位就去到般咸道嘅路口，直去繼續沿住薄扶林道過去瑪麗醫院。喺呢個是美菲路嘅燈位等一等，過咗燈位之後靠左，靠左準備轉入去瑪麗醫院，轉咗進入瑪麗醫院嘅範圍，沿住斜路上斜就嚟到醫院嘅落客區。落完客見到對面有大量的士喺度排隊，所以而家就離開醫院出返去揾客，打算揸過去寶翠園睇下入面會唔會有客要車。
沿住薄扶林道再揸前少少就可以去到寶翠園。嚟到寶翠園門口見唔到有的士燈閃，但係都照揸咗入去睇下有冇客。喺度停低等咗一陣，都唔見有客，所以都係唔好留喺屋苑入面。嚟到閘口個保安話有客，所以掉頭揸翻入去接呢個客。又過翻嚟呢個位等一陣就接到客人。呢支旗係去雍景台，呢個地方都唔止一次出現喺我嘅行程入面。而喺港島揸的士嘅都一定識呢個屋苑。而家就揸過去羅便臣道，頭先喺薄扶林道上橋過咗黎般咸道，揸到嚟呢個燈位靠右，轉右入柏道，去到街尾就可以到達羅便臣道。過咗呢個燈位直去，然後喺呢個位轉入去屋苑落客，好快完成嘅一支旗。喺未落客嘅時候已經喺嗲樹接到下一支旗。而家揸落去荷里活道接呢個客人，轉入嚟衛城道就可以去到堅道，沿住堅道直去，喺奧卑利街轉左，跟住再轉左入史丹頓街。因為個客喺荷里活道前少少嘅一段，轉右入鴨巴甸街，跟住再轉右就嚟到荷里活道接到客人。呢個客人仲有帶埋隻小狗上車，目的地係去好多獸醫診所嘅勝利道。除咗可以收到來回程隧道費，仲有爹樹特別30蚊嘅加成，加埋收到嘅車費都幾唔錯。呢個程式最近為咗吸引多啲司機接單，大部分嘅柯打都會有加成俾翻司機。今日就第2次用呢個程式接柯打，今次呢支旗係用紅隧過海。頭先喺花園道揸翻落嚟金鐘，過咗呢個燈位直去，經過夏慤道揸過嚟灣仔告士打道，然後一直用呢一條行車線就可以去到紅隧入口，好順利，唔使塞車就入到隧道。唔塞車就係星期日開工嘅好處。出咗隧道之後，繼續喺快線行，喺度靠咗過去公主道，沿住公主道嚟到培正道橋底轉左，再轉右入培正道，然後再直去梳亞道，嚟到亞皆老街嘅街口準備轉左，轉左再轉左入嚟勝利道。去到呢個位落客，呢個客帶翻我由港島翻嚟九龍，喺度整理咗架車一陣間之後，又繼續去揾客。呢個時間應該都仲係有唔少人出街準備食午餐。去一啲住宅區去揾客就會比較多啲機會。記得有時太子道西都會有啲街客。果然一轉入嚟真係有客截車，個客要去嘅地方係尖東嘅新世界酒店，經基提道轉入嚟界限街，靠住右邊呢條行車線轉右，上橋嚟到公主道天橋，落咗橋沿住公主道揸過去尖東，過咗愛護動物協會對出直去，駛入康莊道之後靠左，轉咗入去梳士巴利道，靠咗過嚟科學館道。再轉咗就嚟到酒店落客，跟住又繼續揾客，嚟到中午嘅時段，喺尖沙咀或佐敦附近，我都會比較中意揸去伊利沙伯醫院揾客。而家沿住漆咸道南揸過去加士居道，順便沿路睇下路邊會唔會有街客截車。嚟到加士居道都遇唔到街客，見到前面有啲塞車，所以轉入嚟衛理道呢邊入去醫院。不過今日呢度有道路工程，只係得返一條行車線俾來回車輛經過。過咗臨時交通燈就可以喺度轉入嚟醫院範圍，喺度轉過去醫院嘅的士站。但係嚟到的士站發現已經排滿咗，為免影響其他緊急車輛，所以都係離開出返去揾客。呢個時候覺得呢一區都唔係好多客。
如果要去搵客，不如直接揸返去九龍東，嗰邊有比較多住宅，就算返嚟油尖旺區都有一定嘅車費。所以而家轉入加士居道，再直去漆咸道北，靠右邊上去東九龍走廊。其實今朝都行咗一定嘅距離，去過機場同港珠澳大橋，所以如果有機會都想去補一補氣。經過咗啟德隧道就嚟到九龍灣附近，與其去九龍灣氣站，不如去麗港城對出嗰個，就算冇客都可以入去將軍澳揾客。而家就上咗嚟觀塘繞道，去到第一個出口落橋，好快就嚟到麗港城附近，見對面氣站都冇車排隊，於是就揸過去入氣。喺偉業街轉咗就嚟到呢個氣站，亦都係我好多時交更前入氣嘅地方。入完氣之後就停埋一邊睇下柯打，過咗幾分鐘就喺飛的搶到支柯打。呢個客喺麗港城上車，轉入嚟偉業街準備轉右，轉右入偉發道，跟住喺橋底掉頭，然後轉返入嚟偉業街，靠左轉入茶果嶺道，喺呢個位轉入麗港城第1及第4期嘅屋苑，跟住揸過嚟呢個位等一等個客，接到客人之後就出發去日出康城商場，離開麗港城轉返出嚟茶果嶺道，然後一路沿住茶果嶺道直去，嚟到迴旋處喺第一個出口轉入去，咁就可以轉落去將藍隧道。去日出康城嘅話，一出隧道就一直去，經過跨灣大橋就會去到康城。進入隧道可以用左線或者右線都冇問題。過完跨灣大橋，康城就喺落橋嘅左手邊，靠左轉入嚟康城。個客話想去商場嘅另一邊，喺第一個迴旋處靠左，跟住去到第二個迴旋處都係靠左，就嚟到商場嘅另一邊落客。頭先過嚟嘅時候好似見到有個客喺路邊等緊車，所以而家揸返過去商場嘅另一邊。嚟到晉海附近嘅時候，個客依然仲喺度。呢個客話要去西灣河地鐵站，呢一支係過海期，又可以收返來回程嘅隧道費。揸過嚟跨灣大橋過去將藍隧道，今次要用東隧過海。入隧道嘅時候就要揀定條慢線，因為一定要用慢線先至過到海。出咗嚟就可以好快就入到去東隧。呢次係要去西灣河，所以出隧道就要靠右手邊往柴灣嘅方向，靠住右邊就過到嚟東區走廊，繼續沿住條快線就嚟到西灣河。問一問個客係唔係喺西灣河體育館落車，佢話冇問題，所以就喺呢度放低個客，跟住就去康怡花園接另一個客。呢支柯打係一支烏把按標收費嘅行程，轉右沿住筲箕灣道揸過嚟英皇道，跟住就喺康山道靠左，轉入嚟康安街見到個客喺對面馬路，所以喺呢個位掉頭過嚟接呢個客。呢支旗係支過100蚊嘅港島旗，目的地係鴨脷洲利東村附近嘅漁安苑，所以就要掉頭喺呢邊過去東區走廊，直去落橋就可以返嚟東區走廊。而家就要沿東區走廊過去銅鑼灣，因為要入鴨脷洲，所以要喺銅鑼灣海皮轉上去堅拿道天橋，再用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。見到城市花園就開始要揀定條左二線，跟住去跑馬地嘅行車線。突然間天氣變差，雨勢都唔細，喺上去堅拿道天橋嘅位置都有少少多車，因為俾要落橋嘅車頂住咗。過咗頭先個位就回復暢順，直去就嚟到香港仔隧道。今日第2次入去香港仔，今朝就係去富麗敦酒店，但係今次就直接入去鴨脷洲。出咗隧道就冇乜雨，沿住黃竹坑道直去上橋，落橋嘅時候 cut 過去慢線，轉咗上嚟鴨脷洲橋，去到第一個燈位轉左，再轉右入利東村道，再轉右沿住漁安苑道去到盡頭，
嚟到愉安苑停車場對出落客，落完客就掉頭離開愉安苑。喺呢個時候又搶到支柯打。喺香港仔或者鴨脷洲其實都有唔少搭的士嘅需求。今次呢支柯打喺幫到你嘅程式接返嚟，出發嘅地點係葛量洪醫院。起初以為個客喺海洋公園度轉入去醫院，但係睇真啲個客叫車嘅位置，原來喺南豐道嗰邊嘅入口，再轉咗就嚟到醫院呢邊嘅入口。呢支旗係去將軍澳嘅卡布里，掉頭轉返出嚟南豐道，轉咗入黃竹坑道，嚟到呢個位掉頭，靠咗上橋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入口。呢支旗嘅距離都算幾長，車費差唔多要200蚊，亦都可以帶返我過去九龍。今次會用東隧過海，所以出咗隧道就用堅拿道天橋過去銅鑼灣海皮，然後經東區走廊過去東隧，喺天橋上面 cut 返去慢線，咁就可以落橋嚟到銅鑼灣避風塘嘅附近，揀定中線或者快線就嚟到東區走廊。因為要去東隧，所以上咗東區走廊就要揀定中線或快線。左手邊嘅行車線會去咗筲箕灣或者柴灣嘅方向，轉埋呢個彎就會見到東隧。今次因為去將南嘅地方會係比較接近將南隧道嘅出口，而東隧嘅出口亦都好直接就可以駛入將南隧道，所以出咗隧道之後，喺左邊嘅出口轉落去將南隧道，而去將南嘅出口就喺一出隧道嘅左邊，所以入隧道都係用返條慢線。喺隧道嘅出口都可以俾快線嘅車轉過去慢線，不過既然要轉咗，預早揀定慢線，出咗隧道喺左邊嘅出口駛出，嚟到寶邑路嘅燈位靠右，因為係十字路口，四邊都有車使用，相對燈位等候嘅時間會比較長。轉右入寶邑路，喺呢個路口靠右，轉右入唐賢街，跟住直去就嚟到目的地，喺度轉左入去屋苑，揸到最入呢個位置落客，用咗唔使25分鐘由黃竹坑返嚟將軍澳，喺度好快接咗支烏靶嘅預定行程。今次係一支區內旗，目的地係去寶林嘅沃雅里，跟返導航嘅行法，經唐賢街轉入嚟至善街。如果係街客嘅話，我用寶順路經靈實醫院轉入去寶康路，而家沿住至善街嚟到迴旋處，直去轉入寶康路，然後一直去就會去到寶林。行呢邊啲燈位數量都係差唔多，感覺好似冇快到。沿住寶康路一直去就見到欣怡花園同新都城一期喺右手邊，去到下一個路口靠右，轉右再轉左入沃雅里，轉入嚟靚似百幾年中學呢個位落客，跟住又喺迪迪接到支柯打出去九龍，而家過去坑口東港城接呢個客。今日將軍澳喺下午嘅客量都算唔錯。首先轉入欣景路，喺呢邊就可以避開寶豐路同寶林北路個燈位，轉返出嚟寶林北路，轉左入寶寧路。影業路同寶寧路個路口會喺10月26號改為交通燈控制。呢條片出嘅時候都差唔多係26號。而家轉入嚟東港城入面嘅的士站接客，再揸前少少就接到客人。呢支旗係去尖沙咀嘅維港匯，又係用返經常出現嘅油尖旺路線，經將軍澳隧道、觀塘繞道、啟德隧道、東九龍走廊，再轉入去康莊道、梳士巴利道、科學館道就到達酒店，靠左邊上橋過嚟將軍澳隧道公路，然後直去將軍澳隧道出去九龍。今日都做咗唔少嘅滴滴柯打，呢一支已經係第5支旗，可以透露一下，一陣都仲會再接到更多嘅滴滴嘅單。相比起烏靶，今日只係做咗2張單，一陣都唔會再有烏靶嘅柯打出現，可能都係因為呢啲內地嘅程式做緊一啲優惠，搶咗唔少烏靶嘅客人。始終吸引客人嘅方法用呢啲價錢嘅優惠係好直接，一啲行家本來都冇安裝呢啲程式，
最近都要裝埋嚟搵客。今日滴滴嘅柯打就已經佔咗所有柯打嘅1/3，反而高德嘅柯打就只係做咗2支。個人嘅經驗覺得滴滴嘅單比起高德容易啲搶到，而收到嘅車費同標頭嘅價錢比起 Uber 派嘅更多。如果當同時有2個司機一齊搶同一支柯打時，程式就會顯示你同另一個司機嘅距離，較接近個客位置嘅司機就會搶到支柯打。轉入嚟摩地道嘅時候，喺海景嘉福酒店附近接到個街客，呢台客係去高鐵站，首先喺摩地道掉頭，然後轉入科學館道，去到街尾轉入暢運道，過咗理工大學對出嘅燈位，駛入柯士甸道，因為柯士甸道啲燈位都唔係幾順，所以喺度轉入嚟覺士道，利用呢條路過嚟佐敦道，然後沿佐敦道一直去，沿路啲燈位都相當順暢，好快就嚟到連翔道嘅路口，喺呢個位置靠住左線，轉左靠住左邊直去，然後落去高鐵站嘅下層，嚟到落客區呢度落客。落完客嚟到呢度，見到大量嘅的士喺左邊排隊入去的士輪候區，保安都要走過嚟疏導一下交通，即刻離開高鐵站轉返出嚟地面，照舊去九龍站上蓋嘅屋苑睇睇。呢個時候又喺滴滴接到支柯打，不過今次嘅距離有啲遠，要去到長沙灣廣場接客，由佐敦道去到荔枝角都要超過10分鐘。估計呢個客有機會會取消，不過照揸過去搏一搏個客唔取消，離開咗連翔道轉過嚟東京街，然後沿住東京街過去長沙灣道，過咗幾分鐘之後都唔見個客取消，應該個客有時間等我過去，不過差唔多所有嘅燈位都需要停低，嚟到長沙灣道嘅路口靠左，轉左入長沙灣道，然後揸過去荔枝角嘅方向。深水埗同長沙灣一帶都係非常之多燈位，雖然距離唔遠，但係用嘅時間因為要等每個燈位，所以都花咗唔少時間去接呢個客。繼續直去就差唔多嚟到荔枝角站附近，開始要 cut 去慢線，嚟到長沙灣廣場對出接到客人。呢一支旗係去彩虹道體育館，帶我返去九龍東嘅區域，揸過嚟青山道過去呈祥道，喺燈位轉右就嚟到呈祥道，而家就可以沿住呈祥道、龍翔道過去新蒲崗。雖然目的地叫彩虹道體育館，但係就唔喺彩虹地鐵站附近，而係喺新蒲崗嘅雙喜街，所以未去到彩虹之前，就要喺黃大仙附近離開龍翔道，再用蒲崗村道過去新蒲崗，喺橋底靠左轉入嚟蒲崗村道，直去轉左入彩虹道，再轉右入大有街，跟住嚟到三竹街街口靠右，轉右就嚟到彩虹道體育館落客，跟住又繼續去揾客，睇下而家去邊度揾客。呢個時候接到支柯打喺竹園南村嘅雅竹街，所以揸返入嚟彩虹道過去黃大仙，轉右入蒲崗村道，直去嚟到鳳德道轉左。由於要喺前面轉入黃大仙道，所以要 cut 去慢線轉左，轉入黃大仙道準備轉入雅竹街，沿住雅竹街嚟到竹園南村呢度等一等個客，但係喺度等咗7-8分鐘個客都冇出現，個客亦都冇發出任何嘅訊息，唯有取消呢支柯打，因為已經等咗一定嘅時間，所以今次冇任何嘅責任要承擔。轉入嚟竹園道打算排下隊，呢個時候又俾我喺滴滴搶到支柯打，不過呢個客嘅上車位置有啲遠，要揸去虎山道嘅富山村，最快去到虎山道就係要揸落去龍翔道，嚟到迴旋處駛入第3個出口，沿住龍翔道過去鑽石山，
喺蒲崗村道轉咗離開龍翔道，然後要揀定直去嘅行車線，直去沿住蒲崗村道上斜，嚟到慈雲山嘅附近，跟住直去蒲崗村道，嚟到豐盛街轉左，有人揮手以為係我個客，點知揾錯咗，而家再揸前少少等一等個客，接到個客上車就可以出發。今日終於有機會入去西貢，呢支旗係去茅坪新村，呢個名字比較陌生。首先經虎山道揸返落嚟龍翔道，跟住靠左轉入嚟清水灣道，然後嚟到呢個燈位轉左，轉入嚟舊清水灣道，呢一帶叫做彩雲一村。過咗豐盛街呢度就叫彩雲二村。彩雲村都算係幾老牌嘅公共屋邨。一村同二村相繼喺1979年同1978年落成，總共有21座大廈。據悉村名由彩虹村衍生而嚟，因為彩雲村嘅位置喺彩虹村嘅上面，意為虹之上為雲，所以叫做彩雲村。由於鄰近舊啟德機場，所以屋邨高度受到限制，最高只可以起28層。經清水灣道轉入嚟西貢公路，而家去緊嘅茅坪村喺菠蘿輋仲要再入，因為呢條村喺西貢比較偏僻嘅地方，離開西貢公路要揸一段距離至可以到達。一陣去到西貢消防局附近，就會見到有路牌寫住去菠蘿輋嘅指示。接呢支旗其實因為個方向接近將軍澳，而家過咗西貢獅子會，好快就嚟到西貢消防局。轉咗入去菠蘿輋路，條路由雙線變成單線，出入嘅車輛都要讓一讓。沿住菠蘿輋路嚟到十字路口呢度要轉左，轉入嚟北港坳路呢度再繼續揸入去，再行前少少就嚟到呢度。右手邊就係茅坪新村，個客喺度研究緊係唔係呢個位置，相信佢都係入嚟探人，確認咗地點就落車。跟住就要掉頭返出去，而家唔係剩返好多時間，所以都唔可以去西貢碼頭嗰邊去揾客，只可以揸返出去西貢公路出返去將軍澳。頭先條村都幾入，要揸成4-5分鐘先出返嚟西貢公路。轉右向住將軍澳嘅方向進發，睇下沿路會唔會有啲客要去將軍澳，所以呢個時候就唔會做街客或者Uber嘅預定價錢嘅柯打，因為唔知個客嘅目的地喺邊。不過一路沿住西貢公路行啲柯打都唔啱距離，其實都冇所謂，有就當係額外獎勵，俾多少少時間自己輕鬆遊下車河。喺呢個位又轉入嚟舊西貢公路，睇下窩美村呢邊有冇客要去將軍澳，過咗都冇客就直接揸返出去將軍澳。揀定條快線先可以過去清水灣道，直去繼續過去將軍澳。頭先都有補過氣，一陣可以去將軍澳寶林比較貴嘅氣站去入氣。以前喺欣怡花園對面有個氣站，不過氣站已經拆咗，而家只係得返喺寶林消防局旁邊嘅氣站。轉入嚟影業路嘅時候，喺滴滴又搶到支柯打。不過個客喺科技大學叫車，又要轉返上去清水灣道過去科大，嚟到迴旋處轉咗入清水灣道，沿住清水灣道去到第一個燈位靠右，轉右就嚟到科技大學。入閘之後揸過嚟呢個位等一等個客，等咗一陣個客喺後面行過嚟。呢一支旗係去寶林嘅新都城。做埋呢支旗去寶林就可以順路去埋入氣，又可以賺返少少氣錢幫補一下。沿住清水灣道落斜，小心呢度嘅車速。轉入嚟影業路落去坑口，又可以睇多次寶寧路迴旋處未轉交通燈之前嘅景象。希望影業路擴闊咗條路可以疏導呢一帶嘅交通。轉入嚟寶林北路，喺呢個燈位靠左。
轉左入佳景路，再轉右就可以轉入嚟新都城中心嘅的士站落客，跟住就可以去入氣膠更。今日喺滴滴都接到好多柯打，總共有8支旗係滴滴嘅，大概佔咗全部旗嘅1/3。今朝又接到個客去機場，其餘嘅都係街客比較多。最後收工期都係做滴滴，睇嚟滴滴推出嘅優惠反應唔錯。而家嚟到氣站入氣，呢集嘅行程就喺度結束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帶大家遊車河。